中山東區現樓嚟啦，華虹戲軒7棟121方同130方兩個4房，今日同大家一次過拆解清楚。行2步就到水雲軒小學、利和、Coco City、紫馬嶺，全部喺身邊。交標仲係用 Panasonic 嘅中央空調加老闆廚電，兩個戶型邊個更抵，邊個更合適你？睇落去。喜灣道東區核心成熟地段，行去水雲軒小學大概300米左右，省一級接送好方便。行去利和廣場、假日廣場，10分鐘內生活圈。小區自帶7000方嘅體育中心同埋公立幼兒園，唔使出門口就可以運動同埋小朋友返學。點解揀7棟唔揀2棟同10棟？7棟係19層小高層，2梯4伙，密度低過市區好多倍。北向望園林，就而家影到呢度；南向望出邊街景。吳賢主幹道噪音相對細啲，121方同130方都係南向採光，一個有東單邊同西單邊，一個係中間單元，睇你中意邊種視野。入到嚟先睇呢個入戶門，智能鎖嘅交標，玄關櫃預留好晒，仲有呢間靈動房。可以改書房，亦都可以做老人房或者小朋友房。客餐廳開間大約4.5米長，南向大陽台，南北對流，通風都唔錯。廚房 L 型設計，老闆牌嘅3件套，預留雙開門嘅冰箱位，2個人一齊煮飯，一啲都唔逼。陽台行出嚟望小區園林，就算係低層，一啲都唔壓抑。2間次臥放1.5米床加衣櫃都完全冇問題。主人房270度嘅轉角飄窗，採光度好足。主人房嘅廁所配套智能馬桶、淋浴隔斷，全部都係交標，仲有個衣櫃嘅交標。130方同啱先嘅121方對比，最大嘅分別就係個廳同埋主人房大咗。個客廳嘅開間闊少少，主人房嘅面積再大返少少，衣帽間更實用，陽台就長一截。總價大概貴15至到20萬左右，視乎於樓層，適合想再闊落少少嘅改善客戶。交標唔係假嘅簡裝 ，Total 嘅智能衛浴，杜格拉斯嘅瓷磚，入戶淨水器都預留埋。仲有松下嘅中央空調，仲有老闆嘅廚電、廚房用具，全部收樓就可以見到。物業費2.9蚊91一方，現樓即買即住即辦證。講返7棟，低層5到8樓望園林，但下晝會偏早冇晒陽光。中高層15樓以上望內園，景觀最好。部分單位近喜灣道邊，低層會有輕微嘅車流聲，建議封窗或者選中高層。唔推介頂層俾怕漏水嘅朋友，實樓你自己上嚟感受。而家望出嘅景觀無遮無擋。而家清動特惠，121方首期大約25個，130方首期大約28個搞掂。對比周邊二手東區盤仲平，兼有新樓嘅交標同埋學區房。想知7棟剩低啲咩樓層同最低價，按我頭像或者評論區問我攞燒紅。